云林土库马公国中的棒球队成立30多年了，参加各项的比赛拢有得奖。最近有2位美国职棒大联盟的前球员来到学校指导交流，球员真欢喜，话讲因赚到了。 前大联盟球员帮助马公国中棒球队的球员调整伊投球的姿势。土库镇马公国中进前，伫台湾品格篮球协会协助下，邀请到2位前美国职棒大联盟的选手到学校进行交流甲球技的指导。这囡仔知影讲 ，MLB 的球员要甲因交流，拢真期待。 主要向他们学习怎么丢球和打击，怎么打才会球会飞比较远。很开心，第一次看到带盟球员，然后手背的动作，还有打击轨迹、挥棒的轨迹。 2位前职业球员是杰克森甲罗宾森，分别是投手甲外野手替役，两人拢依照因自身的专长，指导这小球员投球甲控球。 校方表示讲，同学对这摆难得的机会拢真珍惜，希望讲选手会当学习到2位大联盟球员的态度，嘛更加清楚本身的兴趣甲专长，并且伫未来继续进步。这个机会，我们都希望说，孩子除了呢，对他未来的人生可以呢勇敢的去做一个梦。期待透过这场交流，让囡仔技术更加精进，嘛勇敢追求因的棒球梦想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